各位朋友，我係黃俊銘，我嘅職業係旅遊測評員，我同時亦係香港共融文旅測評計劃之友。香港共融文旅測評計劃對標聯合國 SDGs， 用行動推動文旅平權。我哋唔做紙上談兵嘅空談家，而係親身走入香港每個文化角落，由聯合國獎項嘅歷史遺產到社區景點實測共融環境，為 SEN 群體鋪出一條安心出遊嘅路線圖。香港係粵港澳大灣區嘅超級聯絡人、超級增值人，係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嘅國際都會。講好香港文旅平權嘅故事，就係向全球展示香港文旅嘅高度，在於包容得下每一位出遊者嘅差異。香港文旅嘅溫度，在於承托得起每一份出遊人士嘅需要。香港共融文旅測評計劃需要你成為共融文旅之友，唔使等到萬事俱備，你嘅一個行動就係對社會共融最有力嘅背書。加入我哋，用腳步測評，用數據發聲，讓香港文旅唔再係觀光同消遣，更係文明體驗同精神升華。歡迎通過 yongyuchan@gmail.com 聯絡我，立即加入成為共融文旅之友。多謝。